世界。Let's go party, let's go party， 疯狂到底，跟着我们在一起。Let's go party, let's go party， 疯狂到底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跟着音乐旋律轻轻放纵，嗨到底。好，接下来准备了，要换你们了。你们有听过张惠妹吗？她现在已经没有名了，就只有2个人听过她。你们有听过张惠妹吗？有。张惠妹最有名的那首歌是什么歌？3天3夜。哦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什么家伙？那是江蕙啦。来哦。你们知道我们融合哪一首了吗？哎呀，1 2 3 4。3个半，对，3天3夜，3个半夜，3天3夜，3个半夜。等一下。就是全场大概有200多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算10个这样，200多个人在，就是这么小声啊！今天张惠妹在台北开演唱会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在这边帮她宣传，其实没什么用，因为你们听到了上去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就听我们唱好了。准备好没？听不到 ？Are you ready？ 准备好了没？来哦 ，1 2， so 1 2 3 go！ 3天3夜，3个半夜，画皮妹，3个半夜，蔡雨盛，是3天3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3天3夜，3个半夜，睡不上音乐。3天3夜，3个半夜，睡只剩汗水。Let's go party, let's go party, let's go party， 不要考虑夜，就别的城市夜。Let's go party, let's go party， 疯狂到底，跟着我们在一起。Let's go party, let's go party， 疯狂到底，管他3七2十一，跟着音乐旋律轻轻放纵到底，完全释放狂乱的自己。别跑错了！天哪！再敲啊！再敲啊！我没有讲哦，我是用动作。